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新历4月初4公司第2台的暗新闻，我是楚欣。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湾武汉县的病例，搁增加7件，其中1件是本土的案例，现时也找无感染源。目前，咱台湾计共355人得到这款病症。中央伫今仔日发布国家级的警报，提醒民众出外游耍，伫咧社交着唔通过头挖紧，避免病症烧坏。按今仔日开始，民众坐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拢着挂嘴烟违反，佮唔听劝告的者，罚金上当75000块。台湾武汉肺炎的病例搁增加7件，其中1件是本土的案例，现时也找无感染源，因为这几日发现有未少病例有走北的镜头。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决定，民众若歹巴肚，搁找无原因，就通报检验。另外，在家隔离者、伫厝检疫者，若隔离期满，嘛着自主健康管理7天。国内新增加7例确诊个案，其中1个是40外岁男性，细菌无出国。3月30发烧到诊所看病，4月初1过去诊所看，因为有鼻无味、甲食无味种情形，通报采检了后确诊。指挥中心追查，这15人平常家己一个人住，工作上有接触的人7个人，朋友2个人，也找无感染源。住家跟上班的地方，是主要的可能的暴露的场所啦。那所以现在有匡列大概是9位的接触者啊，那还在做进一步的疫调，就是说在目前的确还找不出可能其他的一个感染源。另外6名境外移入病例内底，有1个是在14天伫厝隔离期满了后，感觉袂放心，联络卫生单位采检确诊。这个个案是3月18对美国转来，伊甲确诊的个案197例加202例是共班机，回国时阵症状只有小可落屎甲胸腔杂杂。指挥中心讲，未来对伫厝隔离甲伫厝检疫个人14天期满了后去检查。就我们解除隔离了，可他家里的人非常不放心，好，所以就跟我们的卫生局在联络。好，卫生局经过一番的询问之后，好，那就决定请他再来采检，那变成是阳性。那现在可能有必要说重新回去看14天前的那些相关的症状，都要把它 review 过之后，好才能够解除隔离。另外，北部社区确诊的女性保全指挥中心继续进行调查，即阵掌握全社区200多人，得到自互动医了后，比对健保卡资料，追查感染源。而进前的澳籍旅行团17人内底有6个人确诊，指挥中心继续采检其他团员，有2个人呈现阳性。随着确诊人数变多，非代表性症状也变较多，指挥中心专家会议决定，把不明原因的落屎纳入通报采检。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清明连续假期第3日，高速公路局表示，过到西部的国道开始有上北的车阵，也国道5号按顶部就开始塞车，拍算会塞到半暝半。北上的车一台接一台，因为车多车速无紧，连续假期第3天，国道出现北上上大车流。高公局讲，西部国道早起路况大致上有顺，下晡北上车愈来愈多，包括西里到保盐系统、新竹系统到竹北这路段，拢是车真多，塞车的情形。西部国道来讲，大概也是从下午大概2点多开始，在慢慢从这个西螺彰化的路段慢慢它开始有一些出现，然后到这个台中然后一直到新竹口的部分。那国道3号的部分也是大概在这个中部的部分也开始有一些比较多车的状况。国道5号对下晡2点到暗时9点实施高行载管制，不过早起就出现北上车流，尤其是头城到平南车速真慢。高公局有估车速多，至少要到暗时10点了后才较疏解。国道5号大概在11点以后，这个北上的部分开始有涌现车潮，就是可能开始有北返的这个民众了哈。那大概国5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拥塞的状况。受到疫情影响，高公局讲，清明连假交通量是7年来上少的，也讲5号是连假最后一天，因为要注意北上车流。高公局有估北上最侪车集中在下晡，建议民众早5早起就好出门啊，避免塞车。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几日休假，未少民众拢出外行打，头压力。地处济观光景点人客人，地方政府就关心病症的消化，呼吁中央着定法则来处罚遐个无遵守社交距离规范、过头挖紧的民众。清明连假第3天，台湾真侪观光景点约出真侪人，像北港朝天宫、客满迎香参拜信众，人甲人之间离无到1公尺，有的人甚至无挂喙暗。地方首长烦恼台湾的疫情风线，导致连假出去佚佗的人中失败去。
户外的活动社交距离可能如果没有维持好，万一发生群聚感染的话，那坦白讲，可能我们的一些商业活动就要受到大影响。大家不想变成印度这样封城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维持这个社交距离。尤其有很多又没有戴口罩，也没有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这其实是我们的防疫大漏洞。地方首长也烦恼，户外维持社交距离，也未定法则，地方政府只当用口劝。一名急诊科医师伫面册呼吁，只要有一个台湾者伫人真济所在1个月了后，就可能爆发上千人感染。小儿科医师林应也表示，连加人真济，更加爱严防看防，若无真济防疫措施将失败。也激励日本宴会季带来真济新会人，却也造成近期日本确诊案例大爆发。这个成果可以因为几个人不遵守这个防疫的规定，而一下子溃败。当你一个传给3个，甚至传给10个，这4个再传给10个，10个再这100个再传给另外的那个每个人再传给10个的话，那个速度增加是很快很快的。医师提醒，武汉肺炎潜伏期长14天，连假真侪人出去佚佗，敢是造成防疫的空窗，刷落来2个礼拜是重要的观察期。记者综合报道。确实，因为假期未少观光景点拢有济游客行卡到，恐惊会有病情烧话挂虑。中央就发布国家级的警报，表示垦丁的游客过头济，请民众唔通搁去行搭。另外嘛，提醒民众活动就唔通离伤过外。清明连假第3天，恒春路街人真多，真侪民众带规家来到电影景点来翕相，美食小食也是排队排真长。到暗时，人来到垦丁的街路上，警方也爱广播来提醒大家唔通挖伤挖。恳请各位民众在室外保持社交距离1公尺。垦丁街路上人真多，引发人挤人的危机。疫情指挥中心在测试中头发出国家级警报，提醒民众暂时莫去。会被特别标出来，因为它人超多的了，那其他几个地区就很多，所以我们特别把垦丁标出来，就那个垦丁的大街的人实在是，非常的多。屏东县政府也马上在恒春分局成立防疫前进指挥所，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南下关心，透过大数据掌握特定风景区，加强来警示。观光局的大数据中心来观看整个风景区人潮的一些状况，所以针对台湾人潮拥挤的这个地方，我们就来提醒民众特别注意包括整个防疫的一些措施。头一摆发出武汉肺炎国家级警报，提醒民众暂时莫去垦丁，业者有欢喜也有烦恼。好多人哦，真的好多人，可是又看到大家不戴口罩，真的有点惊，有很怕那个疫情爬爬照的。因为政府政策，我觉得也是没有管制的很好，这样子，所以那我们这边的人也会紧张啊。另外，有10个景点也列入警示的所在，包括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高雄基山路街、台南关仔岭、虎头比甲云林北港朝天宫这所在，提醒民众互相卖挖伤近。不希望说像国外一样封城，那是最糟糕的状况啊，对不对？这样子多多少少可以做点生意。够巴到啊，那个河啊，因为之前已经有那个行程安排好了，他就是要来这边呢。不过，大部分游客依然照计划出佚佗，无提前取消。不过，也有旅游业者认为，只是垦丁街路上人较多，不是恒春半岛所有景点拢安尼，发出警示，恐惊有一寡放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武汉肺炎疫情大严重，昨病例做一增加3万多赞。总统川普呼吁民众着挂喙罨，另外佮禁止喙罨出口。不过，这赞是引起制造商交会的争议。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各国最近得到戴喙罨防疫的问题来回应。The evidence is quite clear that the wearing of a mask in public doesn't necessarily protect you, but if a sick person wears a mask, then it is less likely that they may infect others. 事实上，欧美国家在过去这1礼拜已经对戴喙罨这件代志开始改变观念。CDC is advising the use of non-medical cloth face covering as an additional voluntary public health measure. This is voluntary.
I don't think I'm going to be doing it.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因为川普用国防生产法命令美国医疗用品制造大厂 3M 停止向加拿大甲拉丁美洲出口医疗顶级的 M95 伊表示贸易沟通真重要。3M has indicated that it understands how important it is to continue with delivering on orders to places like Canada because there is much trade that goes back and forth. 3M 公司讲会加速生产，不过也警告，禁止出口可能会受到别国报复。伫疫情真严重的美国，尤其是纽约州，也有纽约市，唔那真需要医护人员、医疗器材也严重欠缺。首长拢宣布，动用行政权力要来征收私人的医疗器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另外一名主播布鲁克鲍迪温检出阳性，也是在州长古堡的主播小弟克里斯了后，这个新闻网第2个去挖到病毒的人。受到疫情影响，运动产业拢停止，不过也是继续来援助美国社会。美式卡球 NFL 成英格兰爱国者队头家派专机飞往中国深圳，再等来超过100万的 M95 部分是留予满洲的医护人员，部分是送往纽约去支援。记者综合报道。欧洲这边疫情也是滚价，意大利、西班牙病例将近12万宗。这2礼拜大家拢有数百人救无起来。土耳其这边过一日就增加2786个人治病。第四，这个总统宣布针对20岁以下的少年人实施宵禁。过去24小时内，军方协助运送155具遗体到马德里这临时设置的太平间。过去1礼拜以来，西班牙每天死亡人数是在600多到900多人中间。民众业者赶紧在制作观察，真无用。Cierta flexibilidad en la utilización de este tipo de bolsas porque se han consumido, o sea, es que ya... Y aquellas que más nos interesan ahora mismo, que son las de UCIs y las de casos hospitalizados, desde luego se está poco a poco consiguiendo el objetivo que se pretendía y es llegar a los principios de la semana que viene sin haber saturado las capacidades de UCIs en todo el territorio. 意大利甲西班牙的总确诊人数差不多，过去5天来，意大利通报确诊人数在5000例以下。甲3月19到29这期间来比较，每天5-6千例已经小可较例。意大利政府希望高峰到这为止，刷来人数用愈少愈好。而土耳其初3确诊人数创下1天来上多，头一个是在3月11通报，即阵总计超过400人死亡，医疗器材、人员甲病床拢无够，这对着防疫拢是问题。65 yaş üzerine uyguladığımız 法国防批评无甲老大人照护中心的相关病例，也是伫咧厝的过新的情况算入去了后，卫生部重新来统计。过去2天死亡人数增加61%，确诊也是疑似病例增加44%，正做第5个通报病例数超过中国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伫今仔日举行全国性的追疫活动，全国降半旗停止公共的娱乐活动，来感染武汉的医生李文亮这历史，佮因为武汉肺炎失去性命的民众。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带领的中国各地巡车警报器顶开比亚声3分钟，表达对中国在武汉肺炎疫情中过身的真侪民众，也佮被对方为历史的头一个发现者武汉医师李文亮这人的怀念。每一个逝去的生命都是国家的损失，民族的哀伤。今天我们同悲同期，为他们的离去点燃一炷馨香，愿逝者安息。我们也愿意用这3分钟的低头默哀，来向先烈、向我们身边的英雄、向逝去的亲人们致以我们的最大的敬意。包括武汉、重庆、郑州这中国大城，民众也停止娱乐活动，斗阵来默哀。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早起就降半旗，包括中央电视台这中国媒体官方网站也变做乌白，表达哀悼之意。中央电视台也进行一连串防疫相关新闻的回顾。当武汉人民失去亲人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一起陪着掉眼泪。缺医疗物资，全国动员，举国调集，为这些事情忙碌的人们都了不起。那些医护人员了不起。而甲欧美的病例数大大增加来比较，中国最近公布的数字，本土病例却是个位数，引发是不是造假讨论。而根据中国官方到4月初3的最新疫情统计，无包括香港甲澳门，全国有3326人死亡，确诊数是81639例。记者综合报道。
咱看到来咱台湾，按今仔日开始，民众坐列车、客运，也是伫台北、新北这坐运公车，这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拢着挂喙罨，违反佮唔听劝诫者，罚金相当15000块。为初时开始，民众坐公车、坐运等大众运输工具，拢总爱挂喙罨。观察一透早的台北坐运进入通路前，也有指示牌提醒，若讲无听可劝，相关罚500。对挂喙罨制度，民众拢有因的看法。OK， 很棒，就让大家安全啦。我觉得罚这个钱没有用了，有的人就没有钱嘛，他就是买不到口罩。如果他是恶意的，比如说你可以在捷运站设一些嘛，卖给他。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到初时下到4点为止，载运量大约38.7万人。看到了后，挂喙罨入站的乘客大约有3600人，大约500人也安尼无坐车就离开车站，无法度强制开发进行。新北市6号9期也伫一透早视察淡水轻轨的防疫情形，宣示伫大众运输挂喙罨的重要性，更加指出，一个早起就有10件无挂喙罨的案件出现。有特别询问交通局，今天一早就有10件，有6件经过劝导带上去了，另外有4件他就没有办法上车。目前为止，没有人硬要上车，如果硬上车，我一定就开罚。台铁也是专门要求旅客挂喙罨，为了进一步防疫，原本台铁列车顶有卖便当、饮料等食品，自4月初5开始全面停卖。另外，电话有订便当的服务，为初时开始都暂停。4月5号开始，我们就停止在列车上贩卖便当、饮料以及相关的食品，避免服务人员跟旅客一个接触感染的风险，也降低旅客在没有达到社交距离1.5公尺要求的状况下饮食引起的感染风险。除了台铁，无建议民众伫车上来食物件，高铁也配合政府政策，劝导乘客莫伫车顶食物件，也全面停止伫列车顶供应食品。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桃园北投站在家检疫者地处自尽的案件，地处在家检疫者的心理压力引起关注。现时各地方政府开始推出关怀中心，就是望要支持这需要隔离检疫的民众度过关键的14天。现时政府尽拼来抵挡疫病，民众若唔遵守规定，共心对抗病症，有影是唔通。一对来台湾优秀韩国阿某违反居家检疫的规定来受罚，但伊若想要离开台湾，就要交罚金30万600,000。画面上，这对韩国籍的夫妻有着行李准备离开旅馆，完全无管防疫人员同环境，想要甲因炸落来，而且一离开了后，故意把手机关起来。发觉他们在过程里面。手机经常是处于关闭的状态，因此在追踪上面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他们离开高雄之后，3月11号离开高雄之后，基本上后来在出现讯号搜寻到的地点已经是在北部了。卫生局指出，这对韩国籍的夫妻想要来台湾自由行1个月，2月25号对小港机场入境，2个人嘛伫林雅区旅馆进行居家检疫。不过伫3月11号，会知影基本的前1天，2个人家己外出买物件，互旅馆人员检举。不过因拒绝签收卫生单位开出的寄发通知书，以及2张15万的裁处单，随后离开继续行程。就伫4月2号想要对桃园机场出境的时阵，被限制出境。的确跟旅馆确认了，他们并没有相关有关医疗上面的一个求助。那可能我们在认知上面呢，像这样的对象，应该就是没有发病的一个问题，只是说在行为上面，对于我们的。国人对于防疫上面的共识跟决心呢，那是一个挑战，更对我们防疫的公权力来讲是一个藐视。被警官抓落来，韩国籍夫妻讲因身躯只剩1000外块，无法度缴清罚单。不过卫生局强调，2个人的行为故意表示台湾检疫的规范和防疫的公权力，要求2个人必须缴清30万的罚单，才当解除限制出境离开。记者李秀媛、陈彦坤高雄报道。新闻备忘：地方政府惊人接济会夜关病症烧的风险，拢提出措施来应对。云林按3月19开始禁止民众去灵骨塔祭拜，也桃园新屋这边业界制作促销大规模的活动，一切简单办理。来到云林花卉回来希望公布，工作人员徛伫门口，以进行灵车管制。民众若是要入去备忘，毋若是量体温做好消毒工作，才有倒入去。为着要做好防疫。
文管府3月19号开始，统一管制民众会当在纳古塔外面祭拜对书。也禁止所有的乡亲入到纳古塔里面，因为纳古塔拥挤阻塞而且通风不良了所以是一个群聚的一个温床。那所以呢，我们在3月19号就寄出禁止进入纳古塔，开门但不开放了上去擦一擦那个看看摸摸弄弄这样子表示我们的敬意啊。这是我们一般的习俗吧。今年我们共体时间吧。文管府表示，今日有真侪民众的回乡祭祖，但民众来自全国各地，无法掌握每一个人的接触史和旅游史，嘛宣导提早分流陪忙。原来清明节陪忙的人潮减少一半，过来到桃园成为夜间祭祖，往年有万人参与，今年为着防疫，取消大规模祭祖。我们以简单的仪式，个人不要祭拜。经过我们将近20天的联络，20天的宣导，今天终于完成了。理事长叶伦才表示，今年取消大型的祭祖仪式，改由5大班，各办2个经理代表10个人来祭拜，加上工作人员20人，总共30人参与。同前场电文参嘛来到现场，检视业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取消大规模祭祖，降低昆古感染的风险。记者回访云林桃园综合报道。因为配合农业饮水的需要，落去放水，雨搁落无够，地区日月潭水库的水位是降到15冬以来上界低。不过，中区水资源局表示，水量也搁有通动，民众唔免惊会欠水。民众提起手机来翕相，不过眼前无看到日月潭的湖光山色，等到世界光秃秃一片。蛮失落的。蛮失落的，怎么说？对啊，因为想说出来看风景啊，结果都没有水。球凯泥滩整片闭起，船仔徛伫河边，甲平常时的日月潭景色是真无共款。当地游艇业者表示，水位会使讲是近15年来上低的，就连接驳起的游艇的引导，嘛拢升到几啊度。游艇业者表示，开船拢会提高价格。即摆上少嘛，路条6米有啊。我们设计水位高是743的高层，那在自行车道的部分是比较没有影响的，因为它很多是都有基础结构的。一直来到4号上午，最后是来到743.27公尺，目前面潭水库有效蓄水量，还佫有66.2%，拢伫安全范围以内。中国水资源局表示，日月潭为3月开始供应中化、云林地区的春景用水，目前存货还是偏少，注意才会继续降落。5月底的话，民生产用水是供水无虞的，在水库尽量保留有1个月的民生跟产业用水。中区水资源局表示，民生用水到5月底进前拢供应无期，目前中区水库搁伫安全范围以内，所来若是春雨来加上春景需求减少，水位就使恢复正常。记者南投采访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上加16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加18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加19度，上悬28度；东部这边上加16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吴欣，咱再会。